我身兼三職喎，你信唔信啊 ？Hello， 我叫心晴，內衣鋪已經做咗15年啦，由打工仔做到自己創業，由以前請人教人做，到而家一夾劈自己做，樣樣都要親力親為。大家係咪好好奇？我已經做咗15年嘅鋪頭，而家咧走去人哋公司返工呢？因為我識睇乜嘢叫做好公司。今日咧休息一日，閂埋門。而家咧我就帶大家去睇下我第2份工係乜嘢，係嘛？我哋而家出發。新一代人力資源中介有限公司喺香港深耕多年，專治人力資源及僱傭服務嘅專業機構，有穩健嘅營運基礎同良好嘅口碑。呢個 Carrie 姐有 very good 嘅服務態度同埋耐性，有專業嘅眼光，係一個非常之出色嘅顧問，一間真正專業可靠嘅僱傭中介，對僱主同外傭都極為重要嘅，更係一間注重質素同關懷嘅公司。佢哋對客人同埋工人姐姐都好似對自己屋企人一樣，提供貼心有愛嘅支援。加上公司近年積極擴張，開設新嘅辦公室，反映咗市場對佢哋嘅專業服務嘅認可同需求，同時得到醫管局嘅認可，擁有長遠嘅歷史同專業認證嘅中介真係少見。請人唔難，但請到真正適合雙方都開心嘅人，就需要專業中介嘅眼光、配對同跟進服務。我加入佢哋係想用自己15年零售管理同埋客戶溝通，再加上做自媒體拍片創作嘅經驗結合起嚟，希望能夠幫助更多嘅香港僱主揾到合適嘅可靠嘅工人姐姐。如果你又啱啱想揾一間穩陣嘅、有歷史嘅、有認可嘅、口碑良好嘅僱傭公司，關注我，又或者留言俾我，我好樂意分享更多資訊同埋解答疑問。至於我第3份工，大家應該估到啦，係咪啊？就係繼續做自媒體，希望能夠同大家分享更多生活上實用嘅知識。